姜姜啊，我哋而家去床嗰邊咧，幫你做正骨啊！正骨啊，左醫生，正骨係咪即係拍骨啊？好大聲啪聲嘅喎，會唔會串㗎？危險㗎？等我解釋俾你聽啦。正骨嘅時候出現嘅聲咧，其實係由於關節腔入邊嘅氣體佢轉化成為氣泡啦。咁喺我哋治療師咧瞬間牽引肌肉嘅時候，筋腱啊、韌帶啊引起嘅氣泡爆破所產生嘅聲響。咁由於先前受壓嘅神經啦、肌肉啦、血管啦得到放鬆，咁通常病人會有種好治愈嘅鬆解感。但係呢種方法並唔係個個都啱嘅，亂咁拍骨咧可能會弄巧反拙，令到關節錯位，引發更加嚴重嘅受傷。另外啦，要注意啦，患有骨質疏鬆啦、類風濕關節炎啦、骨腫瘤嘅病人咧，就要慎重處理。咁如果伴有疼痛或者不適咧，咁建議及時就醫檢查，以排除潛在嘅關節損傷同埋其他問題。要經過醫生嘅診斷，揾出病因，咁正骨咧先至會安全並且有療效。一般咧，我會建議咧完整嘅正骨咧有以下嘅步驟：先檢查頸腰活動嘅角度，身體各個關節嘅活動角度，放鬆軟組織同埋肌肉。我哋可以用推拿啦、電療啦、針灸等等，透過專業嘅手法咧，將錯位嘅關節復位。比較多病人會忽略嘅就係日常嘅生活嘅姿勢、做運動、強化肌群。咁如果你都做到嘅，咁就事半功倍啦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撳鐘仔啦！我哋下次再見。